素衣觀音咧嘅寓意有4個特點，大家有冇聽過？今日咧我就借助同一位粉絲叫錢錢幫佢請一尊觀音，忍唔住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其實呢幾件咧都非常之唔錯。喺觀音裏邊，我個人係比較中意素衣嘅。呢件就係一個素衣觀音嘅雙嵌啦。寓意一咧就係佢清淨無私純淨嘅內心，代表住佢嘅無念無我之境。第二點咧係溫柔慈悲寬容，放低執念，接納一切嘅大慈大悲之心。第三點咧，素衣出現嘅環境通常都係清新寧靜舒適嘅，強調咗佢為眾生遮風擋雨嘅願力。第四點咧，佢係使人內心祥和，洗滌人心中嘅雜念，化解人性中嘅晦氣。其實咧，每一尊觀音都有佢嘅寓意，但萬象歸宗，都係教會人心存善念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就好。呢幾件觀音我就攞落去推薦俾粉絲，仲有中意嘅朋友可以揾錢錢安排，關注錢錢賣翡翠唔踩坑。